来关心民进党的立委赵天麟，红白讲有婚外缘，昨地民策嘛宣布退选。本地早起伊要伫立法院说明，也毋过最后并无出面。顶一届的选举，民进党高雄立委提名8人拢选掉，也毋过即届伫赵天麟退选哦。高雄市第6选区的立委即是刚过提名新的参选人呢。民进党内有高层是讲哦，第6选区的人选，民进党一定会去登记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嘛表示讲，伊尊重赵天麟退选的决定，会来重视地方经营真久、少年辈的政治人物。原定现身说明的民进党立委赵天麟，时间一延再延，最后无出现。伊博取婚外情了后退选，嘛，互民进党高雄立委的选情搁再增加变化。原本民进党立委80要全垒打。老西方以健康的问题退选，换港选区的议员李博义，选情无到3个月，第6选区又搁来一届。深耕的我们年轻世代的这个政治人物哈，那我们也会跟中央党部来做讨论，来做最后的一个决定。市长陈其迈讲尊重伊的决定，会甲中央党部来讨论，找少年辈来做评估。天麟委员有难，我勇于承担，义无反顾。尊重党的决定，我也会尊重永研会内部的建议。然后不管哪一个位置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看党中央的安排，然后我们作为党员，一定都是会一起努力。高雄市选委规表示，只要9月13号进前，设籍伫高雄待满4个月，拢会当参选立委。新生代共党的议员，亲像是黄文义、郭敬明、黄哲拢互点名，但菊溪、简焕忠，还有资深议员李乔如表态无爱选。北担任过议员的关公局长高敏玲，还有海委会主委管碧玲，嘛互点名。地方嘛希望中央赶紧来上人选。不管是协调也好，征召也好，好那。尽快的让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可以进入一个备战的状态。赵天麟虽然退选了，但是他涉及到有没有违反国安法，有没有泄密之嫌，我想相关单位都必须要启动调查。既然爱中央赶紧决定把这些收掉的，国民党就是爱相关单位来追查赵天麟有不法。伊就算是退选，所造成的政治效益也是非常的大。记者王柳婷、明昭权、柯正顺、曾志成高雄台北报道。